各位朋友、聽眾，大家好！而家又係我 Irene 同大家講《做的秘密》嘅第11課啦。第11課嘅題目係不斷修練，提升祝福火候。萬事起頭難，最難嘅部分就在於起步之際。如果大家能夠克服起步嘅困難，一起齊心執行祝福，一旦漸入佳境，你會發現剎那間地球化為淨土，瞬息間每個人都得到了幸福。如此願景，不正是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在祈求、盼望的嗎？鼓勵自己勇於做實驗吧，全心全意承擔、經營、執行、推送祝福。呢一項行動，人喺地球道場上非常渺小。你能夠與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結緣，能夠與太陽聖德導師相遇，一切並非偶然，這必然是天地嘅安排與祝福。你務必要意識到這一點，多做幾次實驗，你就會得到實驗結果。人們在世間嘅許多成就，不見得就是因為自己嘅能力、學識或是經歷深厚所致，而係能否與天地共振，獲得天地嘅祝福。縱而從天地下載資料，才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快速成就嘅重要因素。大果兒齊心祝福嘅能量，就好比大家係一起發電，共振越大，能量越強，世界也就開始變得可愛，不會再像人以往每天早上起床都感到壓力沉重，總是頂着一張苦瓜臉，被壓力或者是某種力量壓得透不過氣，久而久之麻木了，也就變得笑不出來了。如果能夠透過推送祝福，讓自己獲得正能量，紓解身心靈壓力，獲得了面對人生、世界以及未來籌碼與勇氣，人人如此，地球上嘅人類都享有祝福帶嚟嘅效益，整個地球嘅磁場無形之中就會扭轉啦。若果每個人都已練得一身好功夫，一直喺祝福中得福，就會發現人類竟然可以如此幸福豐厚，時時身處在如此豐盛嘅境地啦。今日我同大家導讀嘅第11講已經完結啦。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聆聽，我祝福大家身體健康、幸福圓滿，祝福，速得福助。我哋下次見啦。